好啦，輪到講到屬蛇嘅生肖啦。咁今年屬蛇嘅生肖咧，可以咧就一掃去年嘅犯太歲嘅霉氣啊嚇，但係仍然受到犯太歲嘅影響嘅，咁所以咧會睇5月之後，農曆5月之後咧，先至慢慢咧會有好轉喎。隨之而來咧就係桃花啦喎。咁桃花嘅話，咁啊梗係可以多啲出外啦，咁啊認識新啲嘅嘢啦，認識新啲嘅朋友啦，咁可能帶嚟一啲桃花嘅機會㗎嚇。咁當然啦，亦都要小心嘅。咁亦都可以咁講話，人緣咧亦都係較佳嘅。咁喺吉星方面咧有8月喎。咁啊可以咁講話，事業運咧就會有上升啦，亦都有加薪嘅機會嘅。但係喺凶星方面咧就有病符啦、亡神啦、天官管啦、破碎啦，同埋的煞嘅影響喎。咁可以咁樣講咧，你要小心健康啦。咁啊可以但係不過你都可以放心嘅，因為始終已經犯太歲嘅嘢已經過咗啦嘛。咁啊最緊要樣樣都要小心啊，行事啊。但係不過可以咁講話，亦都可以有桃花年嘅。咁如果係咁講啦，咁喺生肖方面咧，屬猴同埋屬雞嘅，咁最緊要同啲屬猴同屬雞嘅朋友一齊喎，咁亦都可以帶嚟好運嘅。咁記住屬蛇嘅朋友就要揾多啲屬猴同埋屬雞嘅朋友啦。咁而喺幸運顏色方面咧，就要帶多啲黑色同埋粉紅色，咁啊對黑色同埋粉紅色都會對你帶嚟好運嘅。咁如喺飾物方面咧，你可以帶一啲有黑色嘅或者係粉紅色嘅飾物啦。咁如果係黑色嘅話咧，都可以帶一啲黑龍涎嘅合香珠嘅，咁亦都會對你帶嚟好運嘅。